楊紫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晚我哋頒第一個獎咧，其實對我對 Jackie 都好緊要重要嘅。動作片啊，受到國際嘅矚目咧，以下呢個崗位，所有嘅人員係功不可沒嘅。如果電影入邊冇咗佢哋，所有嘅動作場面咧就會遜色好多。就係我哋今日頒嘅動作指導獎啦。係，因為好好咪冇。咁你大家動作啊嘛，兩個收人幾億萬，咁你又打到飛起，咁梗係表現幾下。不過我知道 True King 咧就傷咗，咁啊算啦。你整幾日睇下先。我冇得我啊！快啲啊！我嚟指揮，我叫你做乜你做乜，好簡單嘅啫。喂，呢個冇彩排嘅喎。冇啊，你個裝睇下先。起裝啊！起裝都唔得，唔掂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四平步、麒麟步、左麒麟、右麒麟，轉身，跟住咩啫？跟住呢個拱橋，拱橋啊，拱橋係啦。嗱，咁又要好耐㗎。咁我哋咧傾下古仔先啦。呢個世界上咧話咩啊？有排㗎嘛？呢個咩難啊？你要錫 True King，咁啊？係佢拱橋，錫。唉，算啦，整傷咗你大件事啊！阿周生一下真係唔得。好，咁不如我哋而家係頒獎之前，係咪應該睇下呢個提名嘅名單咧？係咪咧？咁啊睇啊！係獎名提名最佳動作指導包括袁和平、黃飛鴻之二，男兒當自強。唐桂禮、鄧德榮、薛春偉、陳文清、黃明星，警察故事3，超級警察。程小東，《鹿鼎記2》神龍教。神功！程小東、袁彬，《新龍門客棧》。程小東、袁彬、馬玉成、張耀升，《笑傲江湖2》東方不敗。得獎嘅係袁和平、黃飛鴻，男兒當自強。得閒嚟，阿甄子丹咧就代表阿袁和平上嚟領獎嘅。我以為袁和平就唔錯。我喺度代表袁和平導演多謝大會，多謝。